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康养生时间，我是你们的健康小管家。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许多长辈朋友们心里说不出的痛，那就是便秘和宿便的问题。你知道吗？根据台湾国民健康署的相关数据以及临床观察，在台湾平均每4位长辈当中，就有1位深受便秘的困扰，甚至有更夸张的案例是，有人肚子里的宿便累积到连医师透过内视镜亲眼看到时，都吓得倒退3步，直说这根本不是单纯的排便不顺，而是在体内堆了一座黑色的垃圾山，长期塞在大肠里的宿便，就像是一袋正在腐坏的厨余，被大肠黏膜慢慢的重新吸收回身体里，这就是所谓的毒素循环。光是用想的就让人觉得头皮发麻，越想越害怕。电视机前或手机荧幕前的你，是不是也常有这种感觉呢？明明每天吃的东西不算少，蔬菜水果也都有吃，但肚子却越来越硬，腰围越来越粗，好像怎么减都减不下来。到了晚上，肚子特别胀，就像抱了一颗大石头在睡觉，翻来覆去怎么都不舒服。有些长辈朋友跟我分享，早上出门散步的时候还好好的，精神也不错，但一到了下午就开始觉得肚子闷闷的，胃口偏差，坐下站起都觉得卡卡的，甚至有的人到了晚上刷牙时，嘴里还会飘出连自己都受不了的难闻味道，却怎么找都找不到原因，看牙医也说没问题。其实这些症状在医学上都有证据指向同一个凶手，那就是宿便以及随之而来的毒素反吸收。台湾肝胆肠胃科的医师曾指出，宿便如果在肠道内堆积超过48小时，就会开始产生氨气、硫化物等刺激性的毒素。这些毒素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就会引起皮肤长斑、暗沉、口臭、胃胀气、头晕、情绪偏差等问题。长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觉得吃什么都不舒服，浑身不对劲，但去医院检查却又找不到具体的严重病因。你以为这只是小问题吗？不，很多长辈都被这个困扰到，连出门跟朋友喝茶、旅游都觉得不自在，因为随时都担心肚子会闹别扭。就在前几个月，我遇到了一位住在南部的72岁郭阿姨，她整整被便秘折磨了10年。她跟我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肚子里住了一只永远吃不饱又排不出去的怪兽。这10年来，她试过无数的方法，早上喝黑咖啡，吃各种牌子的酵素，买昂贵的进口益生菌，看中一调理肠胃，甚至连香蕉一次吃3根这种偏方都试过，但效果往往只有第1天好一点，到了第2天又恢复原状。而且因为吃了太多香蕉，反而让他的胀气问题更严重，晚上连觉都睡不好。郭阿姨说，有一次她拉肚子，以为终于把宿便排干净了，心里还暗自高兴，结果隔天去照腹部超音波，医师竟然说大肠里还有大量残渣。医师的一句话让她脸都大绿了。医师说，阿姨，你这不是排空，这叫渗便，是排掉一点水分而已，硬的还卡在里面呢。她那时差点在诊间哭出来，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会被上不出来这件事折磨得心力交瘁。直到后来，她遇到了一个源自民间流传已久的古老食疗偏方，只需要几10块钱的平民食材，做法简单到连平常不进厨房的人都能成功。而且现代医学也有研究证实，这个配方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能吸水膨胀、软化宿便，并刺激肠壁蠕动，效果比一般的化学泻药或软便剂强太多，而且更温和，不伤身。郭阿姨说，她第1次照着做，吃完后不到2小时，整个人就有强烈的便意，甚至拉出了她形容像陈年树皮那样黑黑硬硬的东西。排完后，
他觉得整个人瞬间轻了3公斤。那种轻松感是这10年来从未有过的，连他女儿周末回家看到他的气色都吓一跳，说：“妈，你怎么突然年轻了10岁，皮肤变亮了，肚子也消了。”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连续用了3天后，连脸上的老人斑都偏淡了，睡眠品质偏好，胃口也回来了，连走路的步伐都变得比较轻盈。他激动到握着我的手说：“这个方法，如果我早知道这10年，就不用吃那么多药，受那么多苦了。”到底这个只要几10元铜板价，效果却比香蕉强50倍，比便秘药更安全，还能把宿便一网打尽的天然妙招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耐心地听我说完。今天我会一步一步地告诉你做法和细节，但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导致效果直接差了10倍，那就太可惜了。在今天的内容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你今年几岁了呢？是正值壮年的75，还是已经迈向幸福的80？几岁？欢迎现在就在留言区打上你的年纪，让我知道你是处在哪一段美丽的人生风景。我真的很感谢你愿意花时间收看，愿意按赞，愿意关注，因为你的一个小小动作会让演算法把这支影片推荐给更多和你一样受便秘困扰的长辈，让他们也能看到这个能帮助健康的方式。好，准备好了吗？今天这个方法真的超简单，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成熟的番茄，在台湾我们习惯称它为番茄，很多人不知道，番茄虽然我们天天吃，随处可见，但其实它在营养界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做红宝石。这颗看起来外表平凡的红色果实，功能却强大到夸张。你知道吗？番茄里面含的营养素多到像开宝箱一样，什么胡萝卜素、维生素 C、B 群、维生素 P、钾离子、番茄红素，应有尽有。光是维生素 P 的含量就高居所有蔬菜的第1名，被营养师称为守护血管的无形雨衣，能增加血管弹性。而最神奇的是，它的有机酸3兄弟，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这些酸不是让你胃不舒服的那种胃酸，而是一吃进去就能唤醒肠胃的天然小闹钟。就像早上有人在你窗外轻轻敲门，喊该上班咯，该运作咯，它们能刺激胃酸适度分泌，增加肠道蠕动，让本来懒洋洋不想动的大肠像被叫醒一样开始咕噜咕噜地开工。这对便秘、胃口差、容易胀气的长辈来说简直是小救星。你可能会问，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我用生活化的比喻你就懂了。譬如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是老屋的大扫除队，长辈身体里多少会有自由基，这些自由基会氧化，会伤害细胞，就像房子住久了会积灰尘、潮湿、发霉一样。番茄红素的清除能力被科学家比喻为体内的除锈剂，每天吃1点，就像每天有清洁工在你血管和细胞里巡逻，把坏东西慢慢清掉。再来是胡萝卜素，它就像是房屋的防护罩，保护眼睛、皮肤和黏膜。你会发现长期吃番茄的人，皮肤比较不浅色，眼睛也不容易前色刺痛。这不是迷信，是真的有科学证据的。而维生素 C， 那是免疫系统的小螺丝钉，身体里的抵抗力需要它来扣紧。如果松掉了，你就容易感冒，伤口恢复慢。长辈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自我保护力。另外，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番茄中的钾含量非常高。钾是什么？简单来说，它是血压调节员。当你吃太咸，体内钠含量太高时，钾就会跳出来，把多余的钠推出去，帮助排水消肿，维持心脏与血压的稳定。对有三高问题的族群来说，
番茄真的是便宜又有效的好朋友。你可能有发现，有时候吃完番茄会觉得特别舒服，肚子比较松，甚至想上厕所。那是因为它的纤维、果胶和有机酸开始合作，把肠道清一清、冲一冲，像清水冲马桶一样，把卡住的废物推下去。在台湾有一位78岁的张伯伯，30年来几乎每天早餐都会吃一颗番茄。他说：“我一辈子都靠它润肠补气色，皮肤不输年轻人。”儿子后来带他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医师看他的报告，结果也笑着说：“张伯伯，你这个年纪还能维持正种血压和肠胃状况，真的不简单。”张伯伯拍拍胸脯，自豪地说：“番茄是我的老朋友了。”听到这颗梨，你是不是也觉得番茄这项不起眼的食材，其实功能强大到吓人？再来，我们把番茄切好备用之后，来看看旁边这颗苹果到底有多神奇。先把它用清水洗干净，就像你刚刚用食盐搓洗番茄皮那样仔细，因为我们要连皮一起用。苹果不止甜脆好吃，它是肠胃最实用的居家保健小帮手。苹果富含果胶，这是一种水溶性纤维，遇水会膨胀，像海绵一样把肠道里的废物包起来，同时软化宿便，促进排便。多项营养学研究也证实，果胶能延缓胃排空，稳定饭后血糖。对怕血糖波动的长辈来说，是比单吃糖果饼钱更安全的甜味来源。苹果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伤口愈合，提升免疫力，而丰富的钾元素则像是血压的默默守护者，能帮助体内多余的钠排出，减轻水肿与血压负担。再说到多酚跟黄酮类抗氧化物，像是胡皮素、quercetin，它们好比体内的清道夫，能扫除自由基，减少发炎反应，长期摄取，对心血管、皮肤都有帮助。如果讲的生活化一点，苹果就是你家厨房里的小型修护厂，果胶是清道车，把脏东西扫走。维生素 C 和多酚是修护工人和守护者，钾则是维持肠内水路平衡的技师。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苹果也含有柠檬酸与苹果酸，这些有机酸能促进唾液分泌，帮助初步分解食物，减少口臭。吃完一颗苹果，就像是在口腔做一次温柔的清洁。对于消化功能偏慢的长辈，苹果的果胶和天然酸性一起合作，既能软化粪便，又能促进肠道有益菌生长。换句话说，它还是天然的肠道保养品。说到真实案例，我认识一位陈伯伯，平日3餐无规律，长期爱喝茶，但早上就是不上厕所，常常1周才上1次。后来他听了建议，改成早餐固定吃1颗带皮苹果，皮上的纤维和多酚最丰富。3周后，他兴奋地跟我说，再也不用靠泻药了，睡眠也变好，脸色亮了许多。当然，糖尿病长辈要注意总量与血糖监测，但大多数长辈把苹果当成餐间小点或饭后水果，既解馋又保健。现在你把番茄和苹果都准备好了，下一步我要教你如何把这2样平民食材变成超强通便组合，效果有时比市售产品还惊人。别走开，接下来这个关键步骤很多人都做错了，我会在影片里详细告诉你。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砂锅或是不锈钢锅，也可以把之前切好的番茄块和苹果块全部倒进去，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大概淹过食材即可。用汤匙搅拌均匀，让食材充分混合。说真的，拍摄这些教学内容并不容易，每次我都要调整火候，测试时间，甚至尝试好几次，味道才刚刚好。所以你的每一句留言，每一个点赞，都是我继续分享的动力。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或者身边有长辈一定要动动手指给我点个赞，或者在底下留言加1，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了，盖上盖子，转大火煮开，然后转中小火煮上25分钟。这个时候你可以闻到淡淡的苹果香，混合煮番茄的清香，非常诱人。为什么要煮呢？这里有个关键知识点，很多人以为水果一定要生吃才有营养，其实不然。对于番茄来说，加热能破坏细胞壁，让番茄红素更容易释放出来，人体的吸收率会比生吃高出好几倍。而苹果煮熟后，果胶会更加软化，对牙口不好的长辈来说更容易入口，而且煮熟的果胶吸附毒素的能力甚至会增强。25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里面的食材已经煮得非常软烂，色泽鲜亮，看起来就让人食欲大开。如果你想让效果更好，可以多煮一会儿，因为食材中的果胶和膳食纤维需要充分软化，这样我们的肠胃才更容易吸收，通便效果也会更加明显。想象一下，这些果胶就像一支支小小的扫把，深入肠道的皱褶里，把那些顽固的宿便慢慢扫出来，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毒素。像这样，我们的番茄苹果汤就完成了。这道汤不仅润肠通便，还有养生保健的作用。番茄含丰富的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能保护血管、抗氧化。苹果含有果胶、柠檬酸、多酚，能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还能帮助血糖平稳，保护心脏。汤喝起来清爽微甜，带有天然的果酸味，非常适合早上空腹食用。我们把汤倒出来，晾到大约40到50度左右，这个温度喝下去最舒服，不烫嘴，也不伤食道。这时候再加入1小匙蜂蜜，搅拌均匀。蜂蜜不仅能增加风味，在中医里，蜂蜜本身就有润肠通便、补中气的效果，对长辈来说是天然又安全的选择。建议每天早上空腹喝这道汤，连同里面的果肉一起吃下去，或者空腹吃一个苹果，2小时后基本就能顺利排便，把隔夜宿便排掉，身体会感觉轻盈许多。长期坚持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像每天起床后固定去上厕所，让肠道慢慢建立规律，就算以前便秘很久，也会慢慢改善。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有严重便秘的朋友，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或蜂蜜水，同时顺时针轻轻按摩腹部。怎么按呢？以肚脐位中心，用手掌顺时针画圈，这是在模仿肠道蠕动的方向。水分和按摩结合，更能刺激肠道排便反射。这些方法都是天然无副作用的，对长辈尤其安全。相信只要持续这样做，你一定能摆脱便秘困扰，身体会越来越轻盈，气色也会偏好。最后，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虽然这道番茄苹果汤简单又有效，但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譬如食材没有洗干净，或者果胶和纤维没煮熟，温度过高破坏营养，或者蜂蜜过量，都可能影响效果。虽然这道番茄苹果汤对大多数长辈都非常有帮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我们必须讲求科学与安全。首先，如果你有肾功能不全，尤其是肾脏排钾能力下降的人，例如慢性肾脏病患者，要特别注意，因为番茄和苹果都含有较高的钾，吃太多可能会增加血钾浓度，引起心律不整。这一点一定要咨询过你的主治医师。还有血糖控制不稳定的糖尿病长辈，虽然苹果是天然水果，但还是含有果糖。如果你的血糖正处于偏高的状态，建议先测量血糖并控制分量，最好将蜂蜜量减少或直接省略，只喝原味的汤。对
对于肠胃较敏感、容易胃酸过多或有胃食道逆流的人，一开始不建议一次喝太多汤，因为番茄和苹果都有酸性。先从少量开始，观察肠道和胃部的反应，再逐渐增加。除了注意禁忌之外，要让这道汤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还需要搭配一些日常习惯。首先是早睡早起，固定排便时间。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喝1小杯温开水，或者搭配这道汤。肠道在早晨空腹状态下，最容易产生胃结肠反射，进而促进蠕动。其次是适度运动，像是散步、慢跑、伸展或简单的腹部按摩，都能帮助肠道蠕动，使通便效果更明显。再者，保持饮食均衡，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例如燕麦、南瓜、地瓜或深色蔬菜，能与番茄、苹果汤形成互补，让肠道环境更健康。喝汤时温度不要太高，也不要过量加入糖或蜂蜜，这样才能保留食材的天然营养。这其实包含了一个小秘诀，那就是顺时针按摩腹部5分钟，搭配空腹喝汤或者吃苹果，效果会翻倍。这就像给肠道加了一个小小的动力马达，让肠胃更有节奏的蠕动，宿便自然更容易排出。长期坚持下来，不止便秘改善了，你会发现皮肤气色也会变好，精神状态更佳，甚至血压和血糖都有稳定的帮助。因为身体的废物排出去了，负担自然就轻了。总结一下，这道番茄苹果汤天然安全，操作简单，但要注意3个重点。第一，肾脏不好、血糖不稳或肠胃敏感的人，要控制分量或咨询医师。第二，早上空腹，食用效果最佳。第三，搭配日常规律排便、温水，适度运动和腹部按摩，才能让通便和保健效果发挥到极致。这些小习惯看似简单，但坚持下来对长辈的健康改变非常大。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肠道健康更是长寿的基石。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荧幕前的每一位朋友。最后，真心祝福每一位长辈都能摆脱便秘困扰，身体越来越轻盈，精神越来越好，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或者想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请动动手指给我点个赞，或者在底下留言+1。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分享更多健康小妙招的动力。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次见，拜拜。